5月13日，跑馬地夜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650米5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7號東方寶寶129磅9檔，潘明輝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1號焦點135磅3檔，布浩榮配呢個尤達明。三選11號龍佑生121磅5檔，潘頓配呢個呂健威。最後9號威威父子128磅8檔，梁家俊配呢個毛偉傑。第二場1200米4班，首選4號環球英雄131磅12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8號博愛先鋒126磅2檔，巴道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12號聶寶勤118磅5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6號大千赤峰127磅11檔，博雲星配呢個廖康銘。第三場1650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4號榮利雙收122磅6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1號好實力131磅2檔，博雲星配呢個呂健威。三選7號浪漫鬥士120磅1檔，潘頓配呢個沈集成。最後3號八進福星116磅7檔，黃寶利配呢個告東尼。第四場165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3號睿智多寶131磅3檔，艾杜拿配呢個黎超星。次選1號勁進區135磅9檔，潘頓配呢個呂健威。三選12號翠湖烈風109磅7檔，黃寶妮配呢個何言。最後6號佳福區126磅11檔，田泰安配呢個文家良。第五場1800米3班，首選8號長勝將軍124磅9檔，潘頓配呢個廖康銘。次選1號奔放134磅1檔，奧文配呢個告東尼。三選6號風神129磅2檔，巴道配呢個徐宇石。最後4號中國心129磅4檔，
霍雲星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6場1650米4班首選1號香港神區135磅9檔，艾杜拿配呢個沈集成。次選10號時間寶121磅11檔，金城剛配呢個姚本輝。三選3號贏月132磅10檔，布浩榮配呢個無偉傑。最後6號先到先得126磅1檔，布文配呢個蔡約翰。第7場1200米4班首選6號瑞木131磅7檔，潘頓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12號勝在當下118磅2檔，田泰安配呢個羅富全。三選11號驕陽雄心123磅5檔，希威森配呢個沈集成。最後7號幸運愉快127磅11檔，潘明輝配呢個無偉傑。第8場1200米3班首選2號志滿同行133磅4檔，潘頓配呢個文家良。次選11號馬達115磅1檔，田泰安配呢個無偉傑。三選10號棒棒糖118磅9檔，莫雷拉配呢個方家柏。最後5號人和家興127磅6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9場1650米2班首選10號一起美麗118磅11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蔡約翰。次選8號銀亮奔騰120磅8檔，戴少禮配呢個尤達明。三選1號競速威龍135磅9檔，賀澤堯配呢個呂健威。最後4號太陽勇士130磅6檔，布文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提醒返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1、第3同第4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